大家好，又到咗科學小博士嘅時間，每位小朋友都會有一個科學小實驗嘅材料包，家長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實驗，然後將相關嘅影片 send 返嚟學校。今日我哋嘅主題係火箭升空，所以我哋首先要準備發射台，同了解發射台嘅原理。發射台係由兩塊積木組成，其中有3個非常重要嘅點，分為重點、支點同力點。重點係同物件接觸嘅點，亦都係擺放物件嘅位置。支點係發射台嘅固定點，唔同嘅物件作為支點都有唔同嘅效果。力點係施加力量嘅點，都係拍打施力發射物件嘅地方。我哋以短積木作為支點，長積木嘅頭同尾分別為重點同力點，將物件放喺長積木嘅重點位置，手用力拍向力點嘅位置，喺另一邊重點上面嘅物件就會高高彈起，我哋就可以觀察物件彈起嘅高度，完成科學實驗記錄表。溫馨提示：若果支點同力點越近，發射嘅威力會更大，在重點位置嘅物件會升得更高。首先，小朋友可以攞出積木或者其他量度工具放喺旁邊。今次我用咗積木嚟做量度工具，然後準備發射台，再將物件放喺重點嘅方向。原來擦膠可以飛到咁高。換一個物件做測試，望下高度，一齊數下。1、2、3、4、5，物件飛起咗5格積木嘅高度。再換一個物件做測試，飛得好高，再一齊數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物件飛起咗10格積木嘅高度。小朋友記得做完實驗之後要記錄返起實驗記錄表啊！